干嘛这么慌张啊？我来了！喂，说我是妖精。啊！哎呀！我不是妖精啊！喂，这是越叫越走啊！好走孙，给我拦住他们！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悟空，明白。师傅，悟空，你又乱用法术了。不能怪我，是他们自己要走的。各位施主，请不要惊慌，全都停！贫僧是来自东土的唐三藏，奉旨前往天竺取经。这几个是贫僧的猎徒，他们的外貌虽然长得怪了点儿，但是他们全都是恶向佛心，绝无恶意的。不要怕啊！你很怕我吗？没有。吃个香蕉吧。谢了，喝水。你刚才把我们吓死了，我以为你们又是那些人呢。那些什么人呢？他们前阵子到我们村子来，1个月的时间就把我们村子弄得鸡犬不宁了，能走的全都已经走了。他们是会吃人的，吃人妖啊！吃人妖？什么吃人妖啊？是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总之，只要被他们抓上山去，就一去不回头了。啊，恐怖！是啊，大师，你们还是快点走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吃人妖很残忍的。啊？叫什么？什么吃人妖这么嚣张？他们怎么个吃法？大师兄啊，还怎么个吃法啊？张大嘴巴，一口吞下去了。我当然知道吃是用嘴巴吃，但是吃法也要讲究嘛。如果一口咬着脑袋，那就最好了。为什么？人都死了，全无知觉了。是啊，管他蒸炒煮炸或是红烧，最惨的就是被人从脚一口一直咬到腰部，还断不了气。听到他不断的啃肉的声音呢。不是吧，师兄，没这么恐怖吧？是啊，你懂什么？你吃过吗？我没吃过啊。我吃过，可是我没大师兄那么讲究啊。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吃过，你信不信啊？大师，我吃香蕉的吗？大师啊，干什么？我们要走了。哎，正好我们也要走了。先走了。走，再见。哎，等等，有伴一块儿走啊。话说人参果成精之后，不但霸占了金角、银角大王的王位，如今还想吃唐僧的肉呢。这么一来，又怎么收场呢？站住！两位姑娘叫我有何贵干呢？我觉得你好面熟啊，在不是哪见过啊？没见过，姐姐，没见过。我看他很像这张图上最胖的那个。不像，哪儿像啊？那个胖的丑死了，不像我长得一表人才啊。至于我的体型，到了中年自然有点发福了。妹妹，我记得猪八戒有个大耳朵和猪鼻子，他没有啊。对啊，我长得多巨呢。姐姐，那大哥不是说过，猪八戒一见到美女呢，就会流口水，耳朵摆来摆去的。姐姐去试试他。小哥啊，你这么俊，真的不是猪八戒？不是，我是一个农夫，一个很勤快种田的农夫。果然是你这个猪八戒！不错，我就是鼎鼎大名3世3天外天蓬元帅猪八戒。本来想装没看见就算了，放你们2个畜生一条生路，现在居然不识抬举，太不知好歹了。好，受死吧，看爬！哇！哎呦！
怎么样？周宝剑，干嘛？你个猪八戒，真能用一叫就应。这个金角大王的金葫芦是镇元子的4大法宝之一，只要你应声，就会被它吸进去的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。抓不到唐僧，只抓到这个猪精回来。哎呀，原来你们想抓我师傅啊！可是抓错了，一场误会。那就赶快放了我吧，我回去绝不会告诉他们的。放你？对啊，弟弟，人我吃的多了，可猪精我没吃过。是啊。看你白白胖胖、肉肉乎乎的，一定很好吃。不，我没什么瘦肉，一身都是肥肉，很难吃的。何况我经常打妖精，打得浑身是伤，一身淤血，很难吃了。放了我吧。你打妖精？对呀，是你师兄打妖精吧？你个死肥猪，只会偷懒。这个秘密没什么人知道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猪精，睁大你的猪眼，看看我们是谁。后面手啊，贵姓啊？哎，你说我们白白胖胖、胀得鼓鼓的，真想一口吞掉的那个？你是人参果啊？我们也是。呼啦啦！怎么这么多人参果啊？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多亏你师傅的那口仙气，我们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那就好办了啊！我师傅就是你们的恩人啊，你们怎么会恩将仇报？大家自己人，放了我吧！来人，在，把这个猪精给我丢到净水池3、4天，避掉臭味，然后拔掉猪毛，盐巴擦遍他的全身，风干之后，我要下酒喝。悟能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会不会出事呢？是师傅，二师兄那么久没回来，会不会真的遇到吃人妖精了？老沙啊，你放心好了，肥猪精明得很，见到妖精自然会闪的嘛，怎么会出事呢？不是，大师兄，二师兄可能真的出事了。悟空啊，万一悟能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看我们还是去找找他吧。好。师傅，你用不着太担心，肥猪会照顾自己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为师始终不放心呢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去找他好不好？是，师傅。妹妹，看见没有？看不见。哎呀，你们连这个也不知道？好人头上有祥云，恶人头上有乌云，明白吗？二哥懂得可真多，你真了不起，我们很崇拜你啊！呼啦啦！悟空啊，为师今天总是觉得心绪不宁，恐怕会有不祥之事发生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师傅，妖精看到我跑都来不及，怕什么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为师的心一直忐忑不安。为师怕悟能会出事啊！师傅，肥猪怎么会出事呢？你用不着太担心了啊！反正我最近练成了无敌金刚旺旺棒，刷两招你看看。这个猴精果然厉害。哥，你怎么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？难道我们兄弟姐妹4个都打不过他吗？哎呀，可是打架要公平嘛，要是1个对1个的话，我们真的没一个是他的对手哦。哎，有些时候不能力敌，就要靠智取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咦，什么声音啊？
悟空，是不是有妖气？师傅，我听到有人惨叫。悟能，悟能，收了行列，白龙马。